来看这条新闻，这款的行为已经有几多年啊？有一寡病院是真恶挂号，着人伫咧网络顶头看广告，讲专门伫咧代替人挂号，甲人摕钱，上无400-500块。卫福部长赵宗良伊就指出讲，相关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医疗法，相关会当罚到25万，而且也发函予地方卫生局加强稽查。直接拍出台大营总者医学中心的名，无限医师的日期，讲合作上紧隔工就会当挂着号，成功才收费。网络顶袂少代挂号的服务，每一笔的收费为400起跳。业者诉求会当替无熟悉电脑的长辈，也是无时间的民众服务，会当免费改期。这种的收费服务已经真久啊。那不就是黄牛了吗？对不对？哎呀，还是要自己去比较好啦。哎呀。就算很难挂，你也是觉得自己去努力，自己去等这样。对，这样比较实在一点。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有人有这个需求。那这样子的话，当然还是他一定会转地下，还是有人需要，而且只是费用变更贵。那让有需要的人，他可能要代挂的代价更高。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收费的代挂号服务是违法招揽，违反医疗法当中非医疗机构袂使做医疗广告的规定，一旦罚5万以上25万以下罚款。已经执行医事司请地方卫生局查处，若是发现代挂号是集团经营，会要求电商平台业者甲封锁。初步了解，以个人经营的较侪。因为这一方面呢，破坏了分级医疗的制度，同时也衍生另外一种的不公平，所以会严查，那么让这个制度能够维持正常的医疗体系的运作。代挂产业某部分也反映出民众的需求及困境，那应该会呼吁政府应该要严管非法代挂，并从加强教育、调整挂号措施以及修法3方面来着手。卫福部表示，除了就即卖的法令来走动代挂号业者，嘛会观察个别病院总业新制实施了后，医疗分级敢有落实。若是半年后代挂号也真流行，也无排除针对无经过转诊直接去医学中心的轻症病人来加重部分负担，达到分级医疗目的。记者采访报道。